一年的春天，天气火烧热，南部的纸板店拢会飞转来北部，还会经过台中的大都。最近有民众伫咧当时嘛发现到纸板店，在地人讲，这是头一摆看到遮尔多纸板店。大片纸板叶硬硬飞，美丽画面，互经过民众拢感觉真水。看得很开心啊，就看着它那么逍遥，一直在飞啊。台湾的纸板叶算是第九亚种，纸板叶当年上少会出现3摆大规模签刷，去年在前后会进行第2摆签刷，由各地先有坏第一代纸板叶飞行，当年10月国庆节前后会飞转来南部过冬。整个占地有5.4公顷，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紫斑蝶，它们今年迁徙的时候特别来到这里觅食。这几年因为客家文化园区四周围环境绿化成功，加上有真侪闭关食物，所以成真侪纸板叶聚集伫咧遮，欢迎民众把握时间来遮欣赏，嘛会有爱好好珍惜生态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